这礼拜是伫咧高雄永安市抓风车剧团第2阶段368机动艺术关庭上尾一场的演出。10月19第3阶段首演就要起鼓啊！未来伊也希望结合更较侪在地故事、环境议题，互台湾囡仔认捌到故乡的风土民情，提升因对家己的自信。我们在10月19号邀请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到2厅院的户外广场。抓风车剧团的演员同齐伫舞台顶唱主题曲《天若光》。抓风车368儿童艺术工程行达全台368个乡镇。这个月7日准备要伫高雄永安完成第2阶段上尾一场的演出。368艺术工程行18档啊，因透过演出，把艺术插入去台湾的每一个乡镇。抓风车剧团讲，伫真侪所在拢是因为有因的表演，才有大型的活动，而且是规家伙仔拢来看。每次紫红车有去表演的时候，是他们全家最快乐的。那他们跟我讲说，过去几年所有清化最大型的聚会都是紫红车去表演。用戏剧结合环保议题、在地文化，让当地囡仔认捌故乡的风土民情，提升因对家己的自信。基金会执行长张敏仪也表示，抓风车是全台湾头一个敢若透过民众甲民间企业的力量完成的艺术工程，一路行来克服真侪困难，就是希望会当用艺术陪伴台湾囡仔，豆豆啊这类文化底底，让世界看到台湾。他说：“因为台湾小，但是我们台湾要让世界看到。那我想就只能走出去。那要走出去的同时间，其实真的就是把自己做好。”接落来10月19、368艺术工程的第3阶段就要起鼓啊！首演会伫2厅院举办。未来第3阶段团队也针对联合国饮食法典的标准，结合更较侪在地文化、环境议题的概念，希望不管是伫都市也是庄脚，这片土地所有囡仔拢会使有平等的机会去接触艺术，透过戏剧，让艺术的经济发展继续生态。记者张家琪、谢桂林台北报道。